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3章第1节到15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播种。一个礼拜前的6月8号，我们也谈论过这个播种的主题，我们那时候说撒种了哈。那对于基督信仰而言，这个主题的思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上次我们谈过，不仅仅是谈论像传福音的范畴，特别是我们讲到基督徒个人的生命所撒的种子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扫罗被上帝拣选，透过撒母耳的膏抹被设立成为以色列的王，但是他并没有谨守界限，种下了不好的种子。撒母耳记上卷13章第1节到15节，经文这样的说道：希伯来文的第1节是说，扫罗做王的时候，是扫罗从以色列人中间选出了3000人，把2000人留在他的身边，在密摩和伯特利的山区，把另外1000人派到便雅悯支族的基比亚地方去，由他的儿子约拿单率领，其余的人则打发回家。约拿单在加巴杀了非利士人的指挥官，非利士人都听到这件事情。扫罗派专差到全国各地，吹号召集希伯来人出来作战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听到了扫罗杀了非利士的指挥官，又听到非利士人怀恨他们，就响应扫罗的号召，集合在吉甲。非利士人聚集攻打以色列人，他们有3万的战车，6000的骑兵和无数的步兵，多得像是海滩上的沙粒一样。他们把军队调到了伯亚文东边的密摩，在那里驻扎。以色列人知道大难临头，强敌压境，有些人就去藏在山洞里、丛林里、石穴里、井里或是坑里。有些人渡过了约旦河，逃到迦得和基列地区。扫罗还在吉甲，随从他的人都惊慌战栗。他照着撒母耳的指示，在吉甲等了7天。但撒母耳还没有到，人民开始离弃扫罗，所以扫罗就对他们说：把烧化祭和平安祭的祭牲带到我这里来。他就献了烧化祭。正当他献完祭的时候，撒母耳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但撒母耳责问他：你做了什么事？扫罗说：人民离弃我，而你也不照约定的时间来，并且非利士人正聚集在密摩。我想非利士人要在吉甲攻击我，我们还没有获得上主的垂顾，所以我不得不自己献烧化祭。撒母耳说：你做了糊涂事了，你没有遵守上主你的上帝给你的命令。如果你遵守了，他会使你和你的后代永远统治以色列。可是现在你的王朝不会长久，因为你不听从他。上主要找合他心意的人，使他做他子民的统治者。于是撒母耳离开吉甲，继续他的行程。这造成了上帝将扫罗他的王朝缩短了，另外立别的王要来
代替它。撒好种子，从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呢，我们得到的提醒是，要把种子撒在好的地方，正确的地方。因为撒种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上帝的国成长30倍、60倍及100倍。但是牧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，这个是指的认真的服事，要把眼光、把工作的方向放对地方，自然就能够成长收成，无论是30倍、60倍或是100倍。都是因为态度正确、生命正确、热心服事之后而得到的，都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千万不要偏颇，变成了重视数字，而失去了方向，又变成撒错了种，搞错了方向。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到20节，耶稣又在加利利湖边教导人，因为聚集在他周围的群众非常拥挤，他只好上了一条船，坐下，船在湖上，群众沿湖岸站着。耶稣用比喻教导他们许多事，在教导中对他们说：你们留心听啊！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他撒的时候，有些种子落在路旁，鸟儿飞来把它们吃掉了；有些落在浅土的实地上，种子很快就长苗，因为土壤不深。太阳一出来就把幼苗晒焦了，又因为根不够深，枯干了。有些落在荆棘上，荆棘长起来把幼苗挤住了，不能结出果实。有些种子落在好的土壤里，长大成熟，结实累累，有的收成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100倍。耶稣又说：有耳朵的都听吧。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有些听过他讲论的人跟12使徒一样来见他，要求他解释这些比喻的意思。耶稣说：上帝的国的奥秘已经给你们了，至于外界的人，他们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借着比喻，正像圣经所说的，他们看了又看，却看不懂；听了又听，却是不明白。不然他们回心转意，上帝就饶恕他们。耶稣又问他们：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那么你们怎能明白其他的比喻呢？撒种的人撒的是上帝的信息，有好些人好像落在路旁的种子，他们一听了信息，撒旦立刻起来了，把撒在他们心里的信息夺走。另外有些人好像落在实地上的种子，他们听到了信息，立刻乐意接受，可是信息在他们心里面扎根不深，不能持久。一旦为了信息遭遇患难或是逼迫，立刻放弃。但有些人好像撒在荆棘中的种子，他们听的信息可是生活的忧虑、财富的诱惑以及其他各种欲望纷纷而来，窒息的这信息的生机无法结出果实。但是有好些人撒在好土壤里面的种子，他们听了信息，领受了，并结出果实，有的收成30倍，有的收成60倍，有的收成100倍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，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，愿他从圣殿援助你，从锡安山支援你，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，悦纳你的烧化祭，愿他成全你的心愿，成就你一切的计划。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欢呼。
以颂赞为我们上帝庆祝的凯歌。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。现在我知道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，从他的圣高天答应他，以他的大能使他得胜。有人依靠他们的战车，有人依靠他们的马匹，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。他们要瓦解扑倒，我们却要坚立不移。上主啊，求你使君王得胜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应答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撒种者、服侍者。求主帮助我们将生命的目标放在对的位置，使我们愿意尽心尽力的服侍，使人得益处，借此能够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